转来看国内过年送礼送年柑，台东的成功镇是国内柑仔的大产地，平均一个过年得当收100万斤。不过因为去年风太霜冻，产量是大量减少，即马采收期阁有真侪高山仔会来偷食，今年的产量可能是剩无到5成，农民是有够无奈。拢比较偷食啊。伫成功镇的柑仔园，农民讲树仔脚的桶柑，这毋是自然落落来，是去互高山仔走入来食去的。涂骹拢是高山仔食剩的果子皮，而且今年的情形特别严重，农民小可无注意，高山仔就规批安尼走入来，造成严重的损失。他差不多睡个3个小时，他就吃了最少都200-300斤，这个一进来都是白汁的啦。农民讲桶柑如果合作年柑，即马年就要到啊，送礼是真喜气，嘛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即马当地的采收，毋过想袂到今年的高山仔比往年较济。因规阮规栋去过境远偷食，互路边是头壳毛咧烧。尤其是去年开火的时阵拄着风台，产量已经减真济。即马阁拄着高山仔的危害，往年若种3甲，就会当收成3万斤，今年收成敢若一半尔。而且高山仔的危害，阁无法度申请天然灾害救助，农民敢来当想办法家己吞落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政府有补助红高山仔的电网，上济补助2公顷12万，会当互农民降低损失。没有补助，都要靠自己，所以怎么生存？根据我们的经验哈，那个农民如果设置这个电围网，这个对于猕猴的危害防治是非常有效的。农民讲，即马北农拍卖市场年柑的价销已经起到1公斤40块以上，产地价销1斤嘛有30至40块的行情。不过价销好，产量无甲遐，损失是真正大。按电网的效果嘛真有限。农民希望专家会当找到更较有效防止高山仔危害的办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